早晨，大家好，我係八姨婆，今日想同大家講一講煤氣費嘅津貼優惠最新一年2026啊。事關啦，香港中華煤氣呢，就為4類合資格嘅人士提供一啲煤氣費嘅優惠啦，同埋援助，從而減輕咧經濟負擔噶。咁呢個優惠呢，其實都包括幾多嘅計劃，例如半價啦，煤氣費一啲每月嘅基本費豁免啦，仲有免費爐具嘅維修等等。咁不過留意翻啊，因為呢個計劃咧，主要係 for 一啲咧弱勢社群嘅，所以咧係帶有條件嘅，就唔係話全部長者或者全部嘅低收入家庭都可以申請嘅。咁主要咧，首先我哋講一講啦，有4類合資格嘅人士可以申請。咁啊，帶有條件㗎，我哋再講。第一就係獨居或者雙老長者，第二係殘疾人士，第三係單親家庭，第四係低收入嘅家庭。咁咧大約嘅條件咧都係要拎綜援嘅社會嘅援助嘅社會保障嘅援助，同埋咧係有其他嘅條件嘅。咁我哋主要咧就係會講獨居或者雙老長者啦。咁如果係其他類別嘅人士咧，就可以去翻佢哋嘅官網度咧，就可以詳細得知個資訊啦。好，咁我哋開始啦。咁首先喺獨居同埋雙老長者嘅條件之下呢，個申請資格係點呢？其實我啱啱一開始睇呢一則新聞咧，我就以為咁好，煤氣公司係咪全部嘅長者都會有呢？60或者65歲，淨係拎長生津嘅就可以申請呢？但係唔係啦，呢一個優惠呢就比較嚴格啦。咁啊，申請資格呢就一定要係第一，煤氣公司登記住宅嘅用戶啦。第二，要年齡60歲或以上嘅。第三就係一個最重要嘅條件啦，就係正在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係綜援啦。第四就係獨居或與合乎資格嘅長者同住噶，咁啊要滿足晒呢4項條件咧，先可以去申請嘅。咁同埋咧，你哋都要提供申請人咧係要提供一個居住證明文件噶，例如一啲租約啊、個住戶證明啊、業主證明信啊等等呢一啲嘢啦。係啦，咁所以咧就要留意翻個申請資格咧，就唔係全部人都申請到噶啦，就係相對呢個條件就 strict 啲啦。係啦，咁有乜嘢嘅優惠咧？如果係合乎資格嘅話，第一個內容就係就係每個月500兆焦耳，即係 around 10.4度嘅煤氣用量咧，會半價優惠。咁其實就10.4度就係即係 depends 嘅就100零蚊啦，應該係本身。咁如果有半價就可能係60-70蚊或者80蚊 around， 每個人有時期唔同噶嘛，係咪？係啦，咁第二就係豁免煤氣用戶按金，第三係豁免煤氣保養嘅月費，第四係豁免每月嘅基本收費啊嚇，仲有第五，免費一個煤氣爐具嘅維修服務。當然啦，個爐具就一定要係由煤氣公司或者佢轄下公司代理嘅爐具先至得嘅嚇，其他就唔得啦。好，咁咧仲有2個咧，就係長者先會有嘅，其他categories 嘅人咧都係未必有嘅。咁第一個啦就係優先預約維修服務，咁就要視乎翻實際嘅情況啦，同埋有一個每年嘅煤氣爐具同埋喉管安全檢查㗎嚇。咁所以其實咧見翻個計劃內容啦，同埋個優惠咧都係幾多㗎。咁而且除咗每月個煤氣用量半價之外咧，佢嗰個優先預約維修服務啦，同埋免費爐具維修同埋嗰個喉管爐具檢查，其實對於獨居長者或者老人家喺家居安全上邊咧都有好大嘅幫助，係嘛？即係始終你爐具有損傷唔安全噶嘛，咁如果可以盡快維修咧就好啦咁樣。咁所以如果咧八姨婆建議合資格嘅人士咧就可以嘗試下啦，去申請而得取呢個嘅優惠噶。咁而家申請辦法咧係點樣咧？咁其實就有線上線下嘅。咁如想直接落去咁樣就可以去到呢個附近嘅長者地區中心啦，同埋長者鄰舍中心度領取個申請表格。咁或者係可以網上面下載去翻煤氣公司個官網度都得嘅。咁而申請人咧就需要帶同所有嘅證明文件啦，去各個審核中心度辦理手續。咁最終個決定權就梗係由煤氣公司做決定啦，係咪？係啦，咁就係可以咁樣申請啦。咁其實咧，留意翻每位合資格嘅客戶咧，只可以喺同一時間裏邊享有1個煤氣帳戶嘅優惠，唔可以有2個。同埋如果有咗呢個優惠嘅長者要搬呢，
你原址一個地方嗰個優惠咧就會被取消，就要重新咧去申請有關優惠啦。咁所以如果要搬遷嘅長者咧，亦都要留意翻啦吓。咁咧，我哋今日咧講呢一個煤氣費嘅長者優惠計劃咧，就去到呢度啦。不過老實講咧，我就開始以為咧佢個條件冇咁 hush 嘅，咁我就以為咧長者啦，年滿65啦，只係攞長生津或者生果金就有可能申請到啦，但唔係嘅，留意翻呢一個煤氣費嘅津貼計劃咧係相對嚴謹嘅個資格，咁申請嘅時候咧，大家自己留意啦。咁咧，如果大家想收睇更多有關長者優惠嘅資訊啦，同埋分析嘅話咧，就記住訂閱八姨婆嘅頻道啦，撳鐘仔，咁我就會為你哋咧跟貼最新最快嘅長者優惠資訊同埋分析。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